消息分析個啲，即係拉達班322及23節樣講到，上帝嘅愛57，上帝嘅憐憫57，即超越對攏總設價，佢接係每朝先到新嘅本設價，上帝嘅愛，上帝嘅憐憫，每朝先新嘅本設價，設價人班得นะ，每朝先設價行來，設價嚟感恩對主。感謝主，自家讚美佢，佢嘅恩典，佢嘅愛充滿落自家嘅心中，自家得到平安，得到平靜，行呢個日子，咪嘅每周先行嚟，自家先感謝主，先讚美主，然後自家行呢個時間，叫日自家得到佢嘅順順利利嘅平安。人乜人得到呢？前作當然自家係相信上帝啦，每日呢，就係按照耶穌基督，自家嚟謙卑，打開。信任耶穌基督係自家叫主，自家每周先行來感恩，自家得到嘅最好嘅恩典，得到嘅愛，唔是切實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